好，负责人，点传师，然后领任、副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早安。老师早安。我非常欢喜吼，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来遮了缘，嘛算讲是报告一下后学一个心得啦吼，所以嘛是陈文天师德、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咱前人、副前人，然后各位点传师提携栽培。那咱前贤辛苦设班，互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遮哈。那今仔日呢，互咱分享的题目：好人品才有好人生。互当初伫选题目的时阵吼，一看到这个题目，咱互就感觉讲，哇，就是这个啊，吼。应该是很简单，看起来也很简单嘛，所以或许就想说好，那或许咱就选这个题目。结果当开始咧准备的时阵啊吼，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不代表讲会当讲了就好啦花很多时间是好人品，什么叫做好人品？咱就感觉讲哇，这个范围实在是伤介宽，宽到咱唔知要怎抓重点，所以或许感觉一直无法度去深入就对啦，所以开咗侪时间呢。那咱讲啥物是好人品？拄则有讲到就是讲，其实好人品伊的范围足宽，足侪物件讲兼这个人品有关系。咱讲新冠肺炎好啊。新冠肺炎其实和这个题目会当讲非常的契合。为什么？为什么有新冠肺炎？咱众生人品歹嘛，咱是安尼讲，人品不好。所以呢，咱讲较近的就是讲好，伊这新冠肺炎讲是伫武汉遐引起的这野生动物，然后说产生出来的一个病毒所以即马造成全世界造成全世界咱互今仔日看1.35亿，1.35亿个人得病那死亡人数呢292万那这张是美国伊2月21伊的一个《纽约时报》伊的头版，在伊的头版里面伊特别这个图啦伊就是黑色的点50万点代表讲死亡50万人那或许咱去看，其实美国已经死56万点1人一天内底死要1000人所以拄则讲较近的是可能就是讲去抓野生动物。那我们说远一点的话，就是合起来，其实就是讲，咱即马咱世人，咱的一个人心人心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愈来愈乱，导致一个反扑嘛上天降这个劫落来，所以以前人讲瘟疫这个疫情都比较小，因为是七天神，有人讲即摆是2天降下来，所以伊影响的范围就大。所以呢，咱人品歹就歹势，咱就无做人生所以咱看咱即摆每一个人拢戴口罩，要呼吸嘛就歹呼吸吧，无戴无止上要爱戴口罩。不过台湾这是影响上介轻的其他的国家啦像刚刚慧学讲的这个美国伊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死偌济人，死30万人不过伊是经过迄枪炮炸弹这么残暴的武器死30万人。不过即马咧，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目睭讲会对，
完全看袂到生做安怎，咱拢毋知影。结果，即个咱看袂到的一个病毒，互美国甲进一冬外的时间死56万个，咱看即个影响有偌大，哦，所以伊即个病毒，因为我们的人品不好，让我们的人生不方便。我们现在出国，去遐隔离14天，回来就隔离14天。哦，那加拿大，他说那个安大略省第2届封城啊，封城是拢袂当出去呢。哦，所以对咱的生活是多么不方便。那这种人生根本就是拢甲咱关起来嘛。哦，所以讲真正，人品啊歹啦，吼，人生就无好。哦，这是咱后学以这个新冠肺炎来做一个预言呐。那后学讲了一张树啊，哦，这张树啊做封面嘛是有艺术，啥物艺术？就是甲咱讲啊，吼，咱伫这世间上，足侪人拢感觉讲啊，咱就是吼富贵名利啦，啊，咱爱有能力啦，爱趁钱啦，这才是重要的。毋过事实上啊，吼，讲真正，这个是枝微末节呀，哦，就像一棵树一样哦。你的一个树叶要茂盛，哦，要这丛树啊要生较大丛，伊的根一定爱旺啊。所以咱家己看，伊的根系非常的强健，哦。所以讲，如果讲啊，吼，咱的一个树根是咱的本，哦，树根是我们的本啊，哦，就是说道是我们的本。哦，然后这一些刚刚讲的富贵、名利、能力什么这一些，其实啊，吼，一起枝微末节。你的本如果说不顾的话啦，吼，你顶面你这叶啊就袂用，甚至会枯萎啊，吼。所以啦，吼，咱讲啊，吼，上好的人品是啥物？最好的人品，哦，其实就是大道，道之宗旨讲的。比讲啥？恢复本性之自然，恢复咱本性之自然，恢复甲当初上届人讲医德啊更但是上届光明迄个自信，这就是咱上届好的一个人品，像刀共款，无私大爱、包容这就是上好的一个人品。那啥物是上好的一个人生？啥物是好的一个人生啊？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看法。有的人讲啊，我著有钱，我著好过安尼，我感觉安尼就好的人生啊。其实啦，上好的人生啦，是安那？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无任何的障碍，不管拄着啥物人事物，咱拢会当随缘自在。敢是？这大是上界好的一个人生啦，吼。所以咱讲啊，不管面对啥物的人生，面对啥物款的人，所富贵行互富贵，所贫贱行互贫贱，所医德行互医德，所患难行互患难。不管拄着啥物代志，咱这个心拢袂去互伊影响着，咱的心念袂去起心动念，安尼大是上界好的一个人生哦。好，这是咱后学针对这个前言的一个部分咱来做一个引述。来，咱就讲讲，那啥物是人品，啥物是人生？咱先来讲到啥物叫人品啊？这个人品呢，或许形容一寡图片互咱看，咱去思考一下。咱看到这张图片的时阵，咱会感觉伊是无品，还是缺德、没有公德心，还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无聊才会做这种事？好，来，咱先看第一张，这张咱看有插头啊，然后伊插一个插座插头，结果呢，伊插无要插反方向，直接共插安尼，另外两空是毋是拢袂当插？这叫啥？没品、没公德心、无良哪一种？
感觉咧？无公德心。无品，无品啦，吼嘛是无公德心啦。好，啊这咧？马桶啊。女生厕所都这哦，嘿，伊无坐，伊就直接安尼可能铺诶，吼，啊就放，啊结果放啊规个迄个马桶座拢都是，哦，这没品嘛，也是没公德心嘛。好，来，最近前阵子不是都在赏樱花吗？哦，这在苗栗的一个协和宫的款啊，协云宫，伊地主这是私人的哦，伊开放互大家去赏樱哦，结果咧，去的人物件都袂干，伊讲吼清有够久啊，咱敢若要清几礼拜拢清袂完的对，吼，所以啊吼，伊就讲明年伊要甲封起来，无要封起啊。咱感觉讲这种作为到处乱丢功德，到处乱丢垃圾，这是啥？没有公德心嘛？敢是还是讲大家感觉讲这是无良，还不至于啦吼。来，啊，这常快啦，停车啦吼。来，咱讲这个较合的，因为我发生伫咱河较大的附近，发生伫南科啊吼，就是一个厝主，因兜的门开起，啊头前有一个停车位，即台乌色的一个车主。这个车主毋是哦，这个车主毋是迄落，毋是住伫遐的人哦。这个车主啊吼，是外来的人啊，看因兜有一个空位，伊就直接甲伊的车撸入去啊。毋是因兜哦，结果甲伊的车停伫人兜内底，所以厝主就生气的。伊写啥？伊讲要开车出去，请你找着我为止。因为你无水准，敢是没水准呐，没品呐，哦，好来，接下来去电影院，哦，看了以后，这是哪一种？乱丢，没公德心，没品，缺德，对不对？哦，可怕。好，这好事多。人家说好事多是什么？好事多是人品照妖镜。因为伊要体会就简单的嘛，哦，啊，这是有人迄红茶啦、头壳都对啊，其他都包装甲藏的安尼啦，哦，啊，这个嘛是最近发生的，部队锅食甲剩一喙剩两片肉，一片肉两喙的一个面。摕去摕，佮因后生哦，讲因为这有来猪，所以啊吼，我要体会，唔知食偌济去啊，讲这有来猪啊，哦，摕去摕哦，吼，啊嘛有人迄推车往两大车啦，内底迄民生用品啦、卫生纸啦、化妆棉、卫生棉啦，拢用过一半，红酒蛋糕拢食一半，拢食到剩一点点啊，佮送去退。这是毋是？咱会感觉啥？这浪费啥物哈尼汤对无？怎么可以没品到这种程度？所以这律师就跳出来讲了啦吼，这人品对他而言呐、非常的廉价，吼。好，这人品吼非常的廉价，而且是就不良的示范。为什么不良示范？有够。安尼有吼，好，可是好像哦，好，伊讲不良示范是啥？因为是因儿子诶，那表示讲因兜诶一个家长应该平常伊诶做法、伊诶作为就是安尼嘛，伊诶囡仔带诶做这种代志嘛，哦，啊讲甲做理直气壮诶嘛，所以没品，哦，没品。好，啊这个哦也是前阵子用工业用的氮气去加工小宝宝吃的米饼，哦，这个影响是很大哦。咱感觉这是啥物？没品、没良心啊！缺德、无良。没良心啊！无良。缺德哦。缺德。哦，咱感觉无良。无良心。咱感觉这叫无良心嘛啦。哦。系啊，因为伊用
伊用即种工业用的氮气，这食落这是伤身体的啦吼。结果这个老板讲，伊甲在意成本啦，哦，因为工业用氮气比较便宜嘛。好，来这个是发生在台中的事情，哦，就是说，因这两户是邻居。 结果啊，吼，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因兜较善食，所以囡仔拢有时阵会请即个邻居甲顾。伊的大女儿已经互即个人甲性侵啊，已经发生即个代志啊。结果呢，因为着要钱啊，吼，甲伊即个2岁的祖囝卖互即个人啊。啊，结果卖互即个人，咱知影这起一定做性奴的嘛。 哦，所以啊，吼，到尾啊，因为去要去注迄个叫啥？去打针的时候，人家才发现不对劲啦，吼，所以直接下标题了啦，吼，叫做无良、没有良心的父母亲呐，好，来，接下来连疫苗也造假，有啊，这嘛是发生伫大陆的啊，吼，疫苗也造假。 然后核酸检定也造假，这几项没品、缺德、无良，这无良啊啦，这是真正是伤害到咱的一个身体，伤害到咱的一个性命嘛，啊，所以其实或许摕这互咱看啦吼，真正是当初阮若是咧准备的时阵，就感觉讲到底要怎做切入，来到尾啊一直看，就是感觉。 其实伫咱这世间上足侪代志，拢互咱感觉讲，为什么拢遮尔无品啊？吼，遮尔缺德，这么无良。然后慢慢去思考，其实这人品它其实是有层次的，吼，伊是有层次的。拄我讲的一个没品、缺德，吼，这其实啦，吼，这个是还好，伊嘛感觉还好。为什么会觉得还好？伊讲啊。 我也无伤害着啥啊！我食啊，我摕去退，这样你有啥物差吗？这其实是伊家己一个自私，家己一个贪嘛，贪小便宜嘛，贪方便嘛，贪财嘛，吼，贪，吼。那上介重要的，咱拄仔讲到无良，所以无良会当讲是这个人品的最高等级啊，咱的一个良心嘛。 吼，以咱的良心来做一个标准啦，吼，伊是上界悬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那咱讲即个品格，伊嘛毋是一朝一夕的哦。当然，如果讲一个生物，伊的品格一定是足好的嘛。毋过咱毋是，咱的品格因为就是受了这个无名的掩盖，毋过咱爱慢慢去开发嘛。那咱伫开发的时阵， 这个品格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慢慢潜移默化来的。所以咱拢讲啊，吼，如果一个家庭内底啦，吼，这个家庭，这个爸爸妈妈拢做爱摄影的，伊的囡仔可能嘛就爱摄影。啊，这个爸爸妈妈做爱跋筊的，啊，这个囡仔以后跋筊的几率嘛较大，吼，就是安尼，伊是潜移默化，所以讲。 咱的良心的一个沉沦，咱良心的一个提升，共款哦，拢总是慢慢渐的，吼，所以咱常听着嘛，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吼，因为伊是慢慢累积的啦，吼。好，来甲咱讲着，啥物叫做人品，吼，咱或许就下3个定义。 人品就是讲，咱人的一个品格，咱人的一个品质，以及咱人的一个品牌，3项，这叫做咱人的人品。第一个就是讲品格，品格是指咱内容吼，就是咱内底、咱内在，形容就是讲咱人的一个修为、品德。 习惯、善念，吼，咱类的，这是看袂到的，哦。咱讲一个人啦，吼，伊就有善心呢，咱无和伊相处过，伊无做出来，咱敢看会到？这咱是看袂到的，所以伊是向内的，吼，是伫咱内面的啊，吼。那咱常常讲着讲啊。
形容词厚道，它也是好人品的一种，正直、诚实、谦虚等等等等等，这拢总是一个好人品。那不过咱拄则所讲的，其实伊拢是一个形容啦，形容词，形容讲啊，这个人足正直的哦，这个人足诚实的哦，所以这是一个行为做出来一个形容词。上重要就是讲，其实这是咱伊的主体是啥？就是咱的一个良心本性，咱的良心本性导致我们做出这些行为嘛。那咱知影的，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良心本性，毋过呢，咱这个良心本性依据咱每一个人十法界投生而来所带来的一个习性，贪嗔痴慢疑，咱的投生在不同法界，又加上咱伫外口后天所染习的这一些脾气毛病，导致咱的一个良心本性开发掩盖伊的一个程度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品格就会无同款啦那这样来，这个爱默生这一个外国的一个哲学家啦，伊就讲啦伊讲品格是一种内在的一个力量啊，伊的一个存在会当直接发挥作用，唔免借助任何的一个手段所以拄则咱有讲啦这一个品格，它其实它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来的。那当发生代志的时阵，咱就自然的咱所做的行为，就是看咱内底有偌侪物件，咱所做出来的一个行为所讲的话，伊就会表现出来咱互学，咱就举一个例啊。咱互学的车伫这2个月，风刮2届，被刮了2次啊。第1届咱接到一张字条，就接到一个那个字条夹在后学的一个雨刷遐。伊讲因为我骑车卡拉车骑到你车的时阵倒落啊，结果我刮到你的车安尼啊然后毋过无介偌严重我就安尼甲你切的倒落去啊。其实咱的迄个保险杠嘛拢刮到啦，毋过伊有留电话互后学啊，那后学就打电话去互伊啊，咱先生就打电话互对方卡去的时阵就含伊讲的咱无甲追究啦，咱就想讲挂掉就挂掉啦，没有给他追究。可是咱先生就讲这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我讲含伊追究这嘛无啥意思后学就甲咱先生讲一句话这囡仔袂歹呢，伊挂着咱的车，伊负责任，所以伊留下伊的一个电话甲咱讲，虽然讲迄个刮痕已经处理掉，他还是负责任留下他的电话咱互下咱就感觉讲，这个囡仔袂歹人品袂歹这嘛因为伊受的一个教育敢是？嘿因为伊可能伊的爸爸妈妈以前安尼做，还是安尼甲伊讲，所以伊会做这种行为嘛。好，来第2届搁互刮掉伫车门遐啦。毋过即届拢无留下任何讯息，或许嘛毋知咱的车定是互人刮所以同款同款一件代志，毋过做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品格，如果讲咱心中有这种物件咱做出来的行为，咱就是有品质的就是有品质的啦那来要甲咱讲到的，就是讲这个品格，当初就是南星的点传师有一位点传师，伊就讲什么叫做人品？这个品是不是有3个口？伊讲这个品3个口代表着咱人的身口意，身口意。那
如果讲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清净，这就是上盖好的一个礼品因为上盖重要的身口意就是这个意嘛。因为只要咱心内有这个物件，咱讲的话，咱的一个言行举止，自然而然啦拢有伊的一个素质嘛。那咱搁讲这个品三个口，咱来看三个口其实就是3个方格嘛。就是讲着讲，其实咱人咱爱伫这个口内底，就是这个规则里面，咱去行事，咱去作为，因为咱还袂甲师傅同款嘛，咱拢会使就是讲所作所为拢足圆满嘛，咱甲无甲迄个程度所以咱爱按照咱的法规，咱爱按照这个法律，按照这来行、来行、来讲话嘛，所以这嘛是甲咱讲着，咱一个修道人，咱的10条大愿，咱的10条大愿，实心忏悔，实心修炼，但是就是甲咱讲，咱爱伫这佛规内底，咱的一个道场的一个规范内底，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行、去修、去做。唔通无原则，啥物我感觉无要紧，无所谓，那这嘛是甲咱讲着，这个规则，这是咱内在自我要求，我们要内方外圆，自我要求，毋过对待人咧，咱是宽容的，咱是圆融的那实心忏悔嘛是甲咱讲着啦咱爱检讨咱到底有按照咱这个规范伫行无？有按照法规伫行无？咱有人前人后不一致无？咱有伫佛堂行王道，然后回家行霸道无？这其实拢是甲咱讲着，就是讲一个讲，咱修行就是爱实在不管去到倒位，不管有人无人，咱拢爱对着咱的良心去做负责来，第2个就讲着品质，品质。那这个品质呢，就是讲着外，就是讲着外，就是指着讲咱一个人表现伫外的一个行为、言行、举止，一个人做事，伊一个水准，伊一个水平所以呢，咱知影在物品一个物咱来讲这个物件伊的品质足好的，就是表示讲伊的功能伊的设计伊的 CP 值足悬的比如讲，咱讲冷气，或者说冷气，咱感觉冷气，你感觉好的一个冷气，我讲对一台冷气，然后或者讲冷气，咱会想到倒一个品牌？好的一个冷气，咱感觉讲什么冷气是好的品牌？大金，拢日本的，真正因为伊用日本的压缩机嘛，广告讲因为伊用日本的压缩机，所以伊是好的品质嘛，那也一样伫咱人和下拄则有讲着，一个人如果有好的一个品格，伊显现伫外，伊就有一个好的一个品质，比如咱和下个讲一个例咱后学第2个女儿成绩足歹成绩足歹，毋过呢，咱先生就感觉讲既然伊就想要补习就有哪互补，因为老大有补嘛细汉的要补，就互补安尼啦安尼较公平。虽然补的成绩嘛是足歹先生嘛是共款互补结果呢，伫第1间补习班的时阵补数学成绩足歹，补搁愈歹嘛是搁足歹安尼去遐拢毋知伫创啥那后来就走去另外一间去补习去另外一间要补习的时阵这个老师为着要
有即个学生啊，就甲咱互学讲啊吼，甲咱互学讲吼，如果啊吼，伊即马因为阮搭去遐，已经付钱付没多久嘛吼，比如说后学付了3600好了啦，第一间补习班啦吼，第二间补习班呢，2个月要5000块啦，哦，互学已经付3600互一间啊吼，然后一间的老师甲咱互学讲吼，你如果即马会当过来的话啦吼，2个月这5000块我无要甲你收啦，吼，伊讲如果第一间无要退钱互你吼，这学费或许伊就讲伊直接吸收啊。那或许咱就甲咱先生讲吼，讲安尼嘛无介好吼，安尼直接人都已经甲咱教啦吼，讲叫咱5000块拢莫互人，咱嘛歹势。到尾咱就甲老师讲，无咱招人一个人付一半，吼，所以后学就付给这个老师2500块。那付给这老师2500块之后啊吼，大概补了快1个月之后，这一间补习班退了1000块，哦，伊退1000块互学，吼，到尾退啊吼，咱互学咱就甲咱先生讲，人第一间补习班有退钱呢，既然有退钱的话啦吼，咱就爱甲这钱付互老师哦，吼，咱或许就甲咱先生安尼讲，阮先生就讲吼，就直接1000块，吼，伊讲迄间补习班1000块互人嘛，咱就1000块互老师啊，咱或许就讲。毋对呢，因2间的一个基本无共款呢，咱是爱补2500互老师呢，哦，或许先生也说好，安尼应该爱偌济互人，咱就偌济互人啦吼。毋过啦吼，即件代志毋是伫讲咱或许品格偌好啦吼，这是真正是咱有修道啊，咱有修道，无咱讲真正的啊吼，这老师讲伊要吸收啊。第一间补习班啊，到底有退钱无退钱，这老师袂知影嘛，吼，咱无互伊嘛讲会过啦吼。毋过咱做袂到啊，咱做袂到，因为咱感觉讲为虾米老师有付出啊，我们也去那边上课了啊吼。那既然咱爱付偌济钱，咱就付偌济钱互人。如实啊，后学就觉得说如实。应该安怎做，咱就安怎做，咱无需要去贪这个钱啊，所以啊咱就感觉讲真正的啊，如果啊咱有修道的话啊，咱心中啊有真理，咱有这种理念啊咱出去咱毋敢做歹代志啊。为什么？咱敢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敢是？所以为什么人讲天下太平啊？为什么要渡人来求道？就是安尼嘛。如果讲咱每一个修道人，拢会当把这个真理，把这个价值放伫咱的一个心肝内，咱一个水平啊，我们的水平都已经端在那里了。要叫咱去做歹代志，咱做袂出来呢。要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咱做袂出来呢。如果愈来愈侪人拢会当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天下哪会太平？咱的人生哪会歹？袂啊，咱人生袂歹啊。好，这就是讲到啦如果讲咱的良心啊被掩盖，这个无明被藏起来的所在啊咱会当开发愈来愈侪。所以为什么叫咱就是爱出来参加这升专班、平等班，就是要建立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嘛，互咱这个真理真真正正会当伫咱的心中啊，真的就是深植在我们心中嘛，好，来第3个。品牌啊，这是最终，就是咱的一个人品。那这个品牌就是品格加品质，就是这个内甲外加起来叫做品牌啊那咱知影，一个商品拄仔咱有讲日历、冷气，我们就觉得说要用日历，为什么？因为它的品质很好
所以我们买这一个东西呀，吼。那伫咱人嘛是共款哦，咱家己看，咱的济公老师，伊的一个品牌是啥物？破衣、破帽啊、破鞋啊，背的那个葫芦，摕扇子。所以只要讲咱有生活班，然后老师来摕在囡仔的身躯照巧，开始比手比口拢有要报负荷，咱就知影讲哇，老师来啊，老师来啊，吼，伊的形象、伊的品牌足鲜明的嘛，就是破衫啦，然后破鞋啊啦，这就是伊的一个品牌。不过伊显示的品牌伫我，伊的品质是安尼哦。不过伊的一个内，吼，它的内，老师为虾米要显这个相？伊当初伊伫灵隐寺，咱知影哦，灵隐寺算讲是一间真好雅的一个庙，就对寺庙，吼，不是呀。所以进前咱若捌看过就是《济公传》的话，内底佫毋是有一个叫做光良广亮和尚嘛，对无？伊是毋是哦，食到肥准准，拢穿甲足华丽的。其实济公老师嘛是会当安尼穿的呢。伊为虾米无要安尼穿？伊要显即个形象，互咱世人看呢。为虾米？不管是你穿好的衫，穿歹的衫，不管是富贵贫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收到呢。那你穿一领好衫，毋过你的一个心，就是讲你有足好的一个外表啦，毋过心地足歹的话，安尼嘛无效呢。那么济公老师，济公伊的一个混合叫济公，嘛是甲咱讲着，咱爱学伊以一粒公心去应事，毋通啥物代志，拢是足侪家己自私自我的一个看法，所以济公老师伊的品牌就是安尼，弥勒祖师，笑眯眯，然后肚子大大的，对吧？笑口常开。然后呢，能够容天下事嘛，这就是伊的一个品牌，伊的一个形象，嘛是共款哦，这拢总是有假意的啦，弥勒祖师伊安尼一个形象，伊是有假意的。搁来，咱好选咱就讲着讲，咱沈讲师、沈登和讲师，咱大家应该嘛拢是识啊，咱沈讲师的爸爸啊。咱毋知有拄着过无伊已经过身啊。毋过，这沈讲师的爸爸啦，咱叫老姓沈。伊自咱后学足细汉的时阵，咱就有印象。咱见卖哦，一拄着伊啊，伊无伫讲其他用啊话哦，一拄着你就是开始讲啊，讲经典，然后讲道理，不管有熟悉无熟悉啊，一拄着人，一开喙。伊就是安尼讲，伊无伫讲其他的拢无伫讲其他的，伊一心一意拢总是伫经典、道理、真理顶面，伊的品牌形象就安尼。结果沈讲师讲，伊毋是伫外口搭安尼伊讲伊伫厝嘛是安尼，伫厝就是一开喙，一开口，伊就是拢讲遮物件尔，拢讲真理尔啦，所以伊的形象。就是这么的鲜明哦。好，来，接下来好哈，特别问啊，既然拄则咱有看到啊，老师的形象是安尼，咱拄则所讲的咱迄个前辈者伊的一个形象就是安尼啊，咱是啥物款的人？咱的品牌佫是安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外人就是别人对咱的一个看法，咱家己对咱家己的一个看法，我们是小气的，咱是强势的，还是讲这个人足固执的，这个人足控哥的，还是这个人足慈悲、足实在的、足不辣的，咱互人别人的一个看法，咱到底是安那的一个人？咱敢有去思考过？咱家己是啥物款的人啦？咱应该普普啊拢知影，应该普普啊拢知影啦。咱互学者
用一个，这你人际关系的时阵拢会讲到啦吼。伊遮就是分着讲，咱家己的自我评价，我家己知影的吼，伫顶面啊，咱即个是迄落吼，触控荧幕，好，啊来别人知影，所以伫第一题啦吼，第一题即个叫做表里一致的我，就是讲别人对我的看法就讲，哦，即个人啊吼，有够骨力，啊我嘛感觉真正我就是足骨力的啦，这叫表里一致，敢是？哦，来第二题呢，隐藏的我，毋过吼，其实啦吼，我足当生呢，我足小气的，可是呢，我表现出来的无啦，我尽量啦吼，我拢会较大方的。可是事实上啊吼，我咧摕钱我就毋甘，我知影我是足小气的，吼，这是隐藏的我啊。来，第三题就是讲，我家己毋知影，别人嘛毋知影，这叫盲目我。第四就是家己毋知影，佮别人啊吼就看着啦，讲哦，这个人啊吼，足够讲话的哦，吼，啊毋过事实上我毋知影，我的理路啊吼，足清楚，我足够讲话，吼，可能是安尼啦，吼，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来，咱要问咱大家人啊吼，这四题内底。对一题愈大愈好，对一题。表里一致。咱感觉修道人应该是爱安那较好对一题。表里一致。第一题，对无毋对？就是第一题。第一题愈大，其他的就愈少。吼，表里一致就是讲。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安尼，无毋对，我真正我就是安尼，吼，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吼。啊，倒一题上小，哪一块越小越好？隐藏我，应该是隐藏，就是讲家己可能就是。即个一寡歹的一个缺点，一寡无好的。如果讲咱会当，就是讲尽量啦吼，愈来愈少，咱表现出来上好拢总是见得光啦，哦，拢毋惊人知影。即题啊吼，所以第二题是愈少愈好，吼。所以其实啦吼，这是互咱思考的啦吼，思考讲，咱到底是安那的一个人啊？吼，啥物款的一个人，就是希望讲，咱真正表现出来，咱不长表现出来是安尼，长期表现出来嘛是安尼，吼，毋通讲啊说一套，然后做一套啦，吼。好，来，第三个，咱思考到就是讲着讲，啥物叫做好的一个人生啦，吼，什么是好人生？拄则咱有讲着吼，好的人生。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感觉讲，啊，我都有钱啊，哦，我都有钱，然后我身体健康，啊，囝孙仔拢好好，安尼吼啊，过年过节，还是讲假日的时阵会当出去，还是出国安尼啊吼，安尼我感觉就讲我的生活一定就足好的啊，吼。毋过，遮咱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足侪啊吼，不管是咱出去佚佗啦吼，咱讲要放松这个压力啊吼，其实很多时候只要讲咱的一个心嘛，咱的心无真真正正去放下的话啦吼，咱去佚佗当下咱感觉足欢喜，毋过一顿来代志无解决嘛，吼，所以压力、烦恼共款拢存在嘛。吼，所以其实啦吼，则要甲咱讲就是讲，如果讲咱的一个心啊是，佫有足多一个问题、烦恼、困恼，吼，心内共款拢有这个问题啊吼。不管咱的一个肉体外享受啊，其实拢总是无效啊，吼，拢是无效啦吼，拢毋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啦吼。那伫遮啦吼。拄则咱有哪佫有讲着吼，讲啥物叫一个好的一个品格啊？咱
啊，这开始，哦，不要讲。来，咱讲到即个好的一个人生哦。拄则讲到吼，就是讲只要咱心内有物件，咱无法度放下，咱的一个固执原来固执依旧的话，那基本上咱的一个人生就袂好过啦吼。啊，遮甲咱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吼，一个人，他去向一个德性很高的师傅，他去向他做请教啦吼。伊就甲伊讲啊吼，为什么吼像我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呐，可是呢，我心中外心内感款，搁足侪痛苦的。啊，有的人啊吼，迄看迄拢做了就歹，可是他却能够就是活得非常好，生活拢过了就好。哦，那这师傅的甲伊讲啊吼，伊讲一个人的内心嘛痛苦，那他内心就是有跟这个痛苦相对应的恶。吼，即个恶存在啊！啊，即个恶啊，吼，就是讲，如果你心中无遮物件的话啊，吼，你就袂痛苦安尼啊。那即个人就足不服气的吼，伊就甲伊讲啊，吼，伊就讲，毋过我就感觉我足善良的啊。啊，即个师傅佫甲讲啊，只要你有痛苦，你心中就有恶，你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善人啊，吼。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讲，伊就足不服气的呀，吼，就不服气的甲伊讲。可是我平常就是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大家拢讲我是一个足善良的一个人啊，吼。结果这个师傅就甲伊讲啊，好啦，无你甲我讲你有啥物痛苦？伊讲你有啥物痛苦？你甲我讲，啊，我甲你讲你有啥物恶安尼啊，吼。结果这个人就讲啊，吼，伊就讲啊，吼，伊讲吼。我有时阵拢感觉我的薪水足低啊，啊，阮兜的厝足矮啦吼，感觉吼住起来足无舒适的安尼，所以我常常拢有即个生存危机啊，我感觉足无痛快安尼吼。啊，我看迄世间上吼，有的人啊，明明吼土财主，结果足无文化的，毋过呢，因拢会当腰缠万贯啊吼，拢会当做土豪。啊，我一个。读遮尔侪册，遮尔有文化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一个月啊，赚遮个钱啊吼，我感觉这世间足无公平的啊吼，我嘛足不服气的啊吼。啊，搁有吼，我感觉讲，阮村里的人啊吼，有时阵拢无要听我的一个劝告，吼，甲因讲明明是安尼做较好，啊，毋过拢无要插我啦吼，这嘛互我感觉足无舒服的啊。吼，伊就甲即个师傅安尼讲，那师傅就甲伊讲啊啦吼，伊讲以你的薪水，以你目前的一个薪水，你要饲饱恁兜的人啊吼，无问题。啊，恁兜的厝啦吼，其实恁住起来啊，有那拢不用就是会当遮风避雨啊，完全啦吼，不用就是在外面啦吼受风吹雨打啦吼。其实啦吼，这嘛是共款，拢是会当互你住啊，会当拢是足舒适的。毋过你的一个贪求心，吼，你即个贪求，你即个恶啊，即个恶心嘛吼，互你感觉袂自在啊。啊，即个贪求的心，就是一个恶。吼，来第二个啊吼，伊就讲着，伊讲社会上啊吼，遐无文化的人啊吼，有钱，你感觉足不服气的。这是一种啥物心？嫉妒心、嗔恨心嘛。哦，来，你搁感觉讲你家己啊吼，哦，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吼，你应该啊吼，就是要赚很多钱啊吼，这是啥物心？啊？对，傲慢心，嘿，你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嘛？哦。啊，嘛是无明，敢是？嘛是无明愚痴的一个心嘛。因为伊感觉讲，我读册，我就是爱趁有钱。啊，要有钱，敢是读册来的？毋是哦，要有钱是报施来的哦，吼。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心，嘛是一种傲慢心，吼。来，伊搁讲啊，伊讲，恁兜的人啦，吼，无要听你的一个口劝。哦，啊，无要接受你的一个观念，
价值观，你就感觉讲啊吼，你心内无介爽快啊吼，这也是包容心不够哦。为什么伊是一个独立的人呢？伊嘛有伊的一个看法呢，伊嘛有伊的一个价值观呢。毋过你强迫伊去接受你的一个看法，这是一种没有包容心。那没有包容心就是一种狭隘的心呐吼，这嘛是一种恶心所以贪嗔痴伊拢有啊啦吼。然后狭隘的心呐，这个人啊吼，就听师父安尼讲以后啊吼，伊才讲啊。原来我是一个恶人，原来我真的是一个恶人呐，因为伊以前伊伫外口做足侪可能善的一个行为啊，这是行外功啊。毋过事实上，伊的一个内王，伊的内啊，伊的内，伊的一个品格啊，事实上啊无遐尼圆满啊所以伊是一个恶人呐这就是要甲咱讲着讲啥物叫一个好的人生啊像即个人，伊心内有遐贪嗔痴，有遐狭隘的一个心，伊的心是毋是就袂自在？袂自在的话，伊的人生就无好过嘛。所以伊讲，伊拢随时，伊感觉伊足痛苦的，他不舒服嘛，他不自在嘛，可是什么是好人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食足歹诶。一工食一顿呢，住伫迄破厝呢，毋过伊安怎？伊感觉伊人生足好诶敢是？孔夫子嘛是共款六祖嘛是共款因伫推行即个道德，因伫推行即个道的时阵，事实上拢互人推散呢。伊的生活会当讲是颠沛流离呢，毋过咧怡然自得。因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人生，因为伊为道来付出伊甘愿。啥物是好的人生？每个人见仁见智。可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好的一个人生，就是咱的一个心，咱的真正的主人会当出来做主，这叫做好的一个人生。因为咱的真主人会当做主的话啦外口的一切对咱来讲都不会造成困扰跟烦恼所以刚刚有讲，前言有讲，守富贵行护富贵嘛，守贫贱行护贫贱嘛。咱处伫啥物位，咱就去做啥物款的代志，心内莫起心动念咱无起心动念，咱就袂有压力，咱袂有挫折，咱袂有烦恼痛苦好，来，第二，人品。真正会影响到咱的一个人生为什么爱有一个好的一个人品第一个就是讲，咱有好的人品，咱就有一个好的一个人际关系这足好想象的啦为什么？咱家己想看觅，一个人爱计较，讲话拢爱讲吵。这咱敢爱含伊做伙，绝对是唔爱的咱嘛爱含一个好讲话、好斗阵的人做伙。好讲话、好斗阵，这种人就是好的一个人品嘛。咱含伊相处起来舒服嘛，所以好人品就是好，就会有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来，咱安尼感觉毋过足侪人咱或许记得咱要查这个，要写这个题目的时阵，咱就去查一个资料伊就有一个人去问伊就问讲，人品敢真正足重要的啦，伊就网络安尼问有的人讲足重要，毋过有的人讲无，钱较重要，有的人讲脸蛋比较重要，人品不重要。可是或许真正甲咱问咱讲翁仔某相处咱敢有听过讲因为阮翁足歹，阮某足歹离婚的，敢捌听过？无诶，捌听过所以咱拄伊感觉脸蛋足重要的，其实毋是嘛。相处久了之后敢是靠脸蛋生活的，绝对不是嘛。所以咱捌听过讲，因为生得足歹，生得足水然后去离婚结婚的，咱只有听过安怎性格不合，
相处不老，安尼离婚呢，所以啊基本上拄啊讲大家拢会当相处得很舒服、很自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人品啊来，第二个，其实这个人品啊是企业选材的一个考量哦。企业其实拢总是爱一个人品好的人啦来，遮有咱互咱看一下啊遮有咱4块，第一个就是咱以人品甲能力来和咱做一个参考哦来，如果你是头家的话，你想要用啥物款的人啦第一题是人品好，毋过能力歹，第一题。第二题，人品好，能力嘛好。第三题，人品歹，能力嘛歹。第四题，人品好，能力好。你也头家啊你要用对一题？拢好啊，拢好。第二拢好。为啥物？人品、能力拢好。人品好，不是第一题100分，大家应该是。第一选择，第二个，哇，好，来，好，先第一个啦绝对无要选的，倒一个。拢歹，三拢无好。第三绝对无要选嘛好来，第二个选择嘞。人品好，咱这班真正行人无共因为好学啊就是好学问过的大部分拢是第二对啦是我家己搞错了对，品质好，能力好，对，是我搞错了所以其实日本它有一个叫做盐田松雄他是一个企业家。经营之神在日本最新的一个经营之神伊就讲要选的就是第二题这是伊的第一人选，然后第二人选，第一款这个是他的第二人选因为伊感觉讲一个人品好，能力小可较歹的。不要紧，这种人会加进，你只要找到伊的一个潜力的话好去甲伊就是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伊会当发挥甲足好来，第四题，伊讲这款人伫公司内底他不会给他好评价，伊嘛袂去甲伊晋升为虾米？因为这种人伊就感觉讲我有能力我业绩做够你是讲到做要创伊感觉讲这种人不服主管的一个管教，你也甲伊升职到一个位置的话对公司来讲会有足大的一个困扰所以伊甘愿人品好，毋过能力无遐好的人，伊好好看迄能力做好，毋过咧。这个品质无好的，这款伊无爱，咱大家嘛是拢安尼想嘛，所以咱知影咱爱往倒一方面去努力所以咱真正有时阵去教囡仔足侪人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我就是爱读得愈悬愈好，做要求成绩的，毋过囡仔的这个品行无得教，真正也无要教的话变成这个第四题基本上，这种以后出来社会，真正要就业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到高位这就实际的所以嘛有人伫讲人讲这个有德有才这叫正品正品然后有品无才这个叫次品叫次要的次来。有德没德又没才，这叫废品，这叫废品。来，有才，然后没品，这叫啥？品。这叫危险品。危险。但是就不一样的咱边有这种朋友是讲咱公司有这种人，是真正
正未爆的炸弹啊，吼，这叫做危险品，吼。好，来，接下来啊，吼，就是讲着讲，品格第三点，品格会当充实着咱的一个人生，吼，咱看着敢会感觉足奇怪，为什么品格会当充实咱的一个人生？吼，真正的啊，吼，咱还未修道的时阵啊，咱的一个人生啊，吼，如果讲目标不是很明确的话，咱应该常常拢会感觉无聊吧？啊，咱的一个目标无，咱拢唔知影讲咱的人生意义伫倒吧？哦，毋过真正咱开始修道以后，咱开始投入以后啊，吼，咱敢会感觉无聊？咱应该袂感觉无聊，咱逐个人啊，真正有深入的啊，吼，深入道场，深入即个经藏的话啊，吼，咱应该是袂无聊，咱应该爱感觉讲咱时间拢无够用得着哦，敢是安尼？真正是安尼哦，如果有投入的话啦，吼，所以说即个品格啊，吼，会当互咱讲，不管是处于即个富贵贫贱、顺利得失啊，吼。咱拢真正，咱拢总心中拢是充实的，咱心中拢是充实的啊吼。因为咱做代志啊，咱只要求讲，咱对得起咱的一个心嘛，吼，对得起上天，对得起咱的一个良心嘛，吼。所以咱嘛袂惊人甲咱误会，咱嘛袂惊人无熟悉咱啊，吼。那即个人生讲真正，是讲快乐就好啊。因为快乐袂长久啊，这个快乐拢总是当下的啦，吼，真正的生活啊，吼，爱有这个重心，啊，咱修道，咱真正修道，咱心中有真理啊，互咱的这个生活袂空虚，吼，真正是袂空虚，因为咱知影要为对去拍拼，吼，咱的一个目标啊，吼，咱就是要超生了死嘛，啊，要超生了死。咱就是爱内圣跟外王都具足嘛，啊内圣要安怎修，啊外王要安怎做，咱大家拢清清楚楚啊。啊，咱真正要修要做的话，咱每一工嘛拢做充实的，咱才有时间通去空虚，咱才有时间通去无聊，无嘛，吼。所以真正哦，品格会当充实着咱的一个人生啊，吼。第四个就是讲。即个品格会当决定着咱修行的一个成就哦，吼。咱知影吼，一个人品啊，好的一个人品啊，吼，含即个富贵，含咱即个年纪，吼，含咱的即个名声完全无关系啦，吼。咱要成就啊，吼，咱要好的一个人品啊，吼，真正其实是含咱的一个修行，含咱的一个品德啦，吼，才有真正的一个关系啊，吼。那咱圣人其实因拢行伫头前，互咱看，因经过这个世事的一个磨练，吼，然后去行他们的一个内圣外王，导致他们有成为圣人的一个成就，互咱看。比如讲，咱讲着空无助，吼。空无助，伊当初啊，吼，伊经过着3大的一个死亡关卡，吼，第一个啊，吼，就是发坛消积嘛，第二个陈菜绝粮嘛，这咱拢知影。第三个啦，吼，匡国遇难，咱就讲这个匡国遇难啊，就是讲当初空无助带着伊的一个地主，吼。去因就是天下啦，走天下去推行伊即个道嘛。那行到空国的时阵，因为伊的面相吼，生做做成一个养虎，吼，啊，即个养虎啊，吼，歹人嘛，所以空国啊，吼，的人就要甲伊掠起来。啊，因为空无主啊，吼，生做做成伊的，因就爱甲伊掠起来，甲关起来啊，关伫遐甲关5工啊。哦，那关伫遐的时阵啊，吼，伊的地主哦，就拢足欢乐的啦，吼，毋知影讲生死未卜嘛，毋过空无主，吼，足贪婪的，伊就甲伊地主讲啦，吼，伊讲自本王以来啊，吼，伊的一个道的一个传承，道的一个文化，即马拢藏伫我的一个心上啊，吼身上。如果讲上天要互道，要互这个文化啦吼，灭亡的话啊，
那么我今仔日我就死人家，我坦然接受。那如果讲上天要搁互即个道，要互即个文化传承下去的话，安尼匡人又能够对我如何啊？所以他非常的坦然面对生死，应该生我就生，应该死我就死。伊的心中啊，伊无任何的一个生心，无任何的一个烦恼哦。毋过咱呢，咱莫讲拄着生死的问题啦。有时阵人一句话，一个眼神，咱心内就无自在啊呢。为虾米安尼讲我？咱心内就开始哀叫啊呢。有时阵看到即个人啊，咱就生心啊呢。所以咱的一个境界，事实上就是和人差足济啊。咱和人差足济的话，咱是要安怎有成就？咱讲真正的啦，世间上上介大的代志啊，都比不了生死啊。生死是大事啊，生死是大事啊，这个是上重要的。如果讲咱生死代志啊，咱拢无要去甲伊看重，咱拢无要去改。内圣外王，咱无要去做，咱拢一直去琢磨那一些小事，安尼咱的成就是要为对来，足难的呢，好，所以啊，讲真正的啊，咱要安怎有一个好的一个品格啊，其实是爱靠这个修正、修正啊，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习惯，咱拢爱舒适，每个人都喜欢在这一个舒适圈啊。我即马安尼，我以后安尼就好，咱拢无想要去突破，无想要去改进，无想要去修正。那安尼的话，咱就袂去进步啊，咱就袂进步啦，袂进步，咱的一个修行，咱就真正咱就袂有成就哦，来，第三个，咱就甲咱讲着讲，安尼的话啦，咱要安怎提升即个人品啊？第一点就是讲到三达德，就是智人勇嘛，这个智，咱知影就是心之明锐，咱的心，这个智是讲到咱的一个良心本性，咱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生活，毋是讲到这个知识啊，那无智袂当失其理，这个理是真理哦，所以这个智慧会当互咱明白咱生命一个重点。咱知影讲，咱的重心要摆在哪里？我们的重心不是摆在追求富贵名利上面，我们的重心咱来摆在我们的生死大事上面哦。所以这个圣凡比例应该要怎么去拿捏？我们要重圣轻凡，要半圣半凡，还是轻圣重凡？这个取决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真理这个物件深植在我们的心有偌济，咱所行出来的有偌济。就是讲道德这个物件，如果讲伫咱的心嘛，有80%，咱行出来就80%啦。因为咱对真理咱知影嘛，所以咱愿意去投入嘛。那众生轻凡，咱绝对是做会出来哦。不过，如果咱对真理这个物件，咱无放伫咱的一个心内底，那真歹势。你要叫咱众生轻凡，咱是做袂出来。所以真正啦，就是讲，咱的智慧有偌深，咱对咱的真理了解有偌济，咱就做偌济啊，那咱有智慧，咱对世界的一个因缘，咱就看会清楚，咱就识会透，所以《道德经》有讲到，知人者智，知之者明。知人就是讲，咱知影另外一个人，知影这个人情世事，知影这个代志的一个发展，咱拢透透彻彻，咱拢非常的了解，这个叫做智。不过无够，上介重要的是，咱爱自知啊，知之者明。咱爱了解咱家己，知影咱对也做无够，知影咱的不是佗位。比如讲，来，咱修行到这请问一下，
5年前的你，甲即摆的你，咱感觉咱有进步无？想想看哦，5年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有差别吗？有。哦，有差别，安尼咱有进步啦吼。来，甲咱讲到的就是讲，我们的内外一致吗？哦，这可能有的人做无够，有的人做有够。哦，咱的一个心念伫生发的时阵，咱会当觉察吗？还是讲我心念伫生发的时阵，我共款，我着照我的心安尼四界去攀缘哦，攀缘迄攀缘钱啊，吼攀缘车，攀缘啥，咱有法觉无？还是讲啊，我看到啥我着爱啥，我随着我的心爱啥，我着去攀缘啥。咱的心伫生发的时阵，我们有察觉吗？哦。以前咱爱的物件，我足爱食，吼，我足爱买衫的，我足爱水的，我足爱啥物物件？即摆的我有改变无？有提升无？吼，咱要不断的问咱家己哦，吼，要不断的，这才叫做自知哦。咱讲咱，真正啦哦，咱讲咱一个人啦。莫讲咱啥物车，讲啥物厝，咱讲咱就好啊。因为咱的头毛，甲咱的一个穿插，甲咱的鞋啊、皮包啊，这物件，这执着我们有放下吗？我好有时阵拢做羡慕这前导啊，那头毛短短啊，啊免理安尼啊，吼，真正拢毋免理。啊，结果咱困倒，咱讲真正有时阵咱有风下啊，吼，哦，咱互较敢看着白头毛，咱就想要摆。讲真正，看着白头毛的迄摆是翘起来咯，啊无摆就足济啦，因为我白了，因为白头毛济啊嘛，吼。啊，咱讲咱好个啦，无啊，咱嘛是共款爱你嘛，拢要少年嘛，对无？咱讲真正，咱在座的啦吼，咱莫理头，每一个人至少老3岁，敢是？5岁、10岁，对啦，所以。咱嘛是搁对咱即个外相，咱还是搁有即个执着呢，敢是？真正啊，这就是安尼啊，手机啊，上执着吧。伫遮无手机啊，抓手。都只无几个无手机啊。咱敢有想看卖啊？咱一天内底，咱用偌济时间伫手机啊里面？敢有想过？有时阵啊吼，咱电力一班的时阵哦，咱即个手机啊，咱的迄个岁数啊吼，啊搁咱的一个修为，咱会较好，咱会当去自制。很多人呢，真正你一班的时阵，即个手机啊，可能就是忙了看 Line， 忙了看 FB 啊，忙了看啥。哦，1点钟内底啊吼，如果你真正即个手机啊摕出来10届、20届啊，真正爱看医生啊，你真正爱看医生。你敢若你吸毒品共款啊，敢是？吸毒品的时阵挡袂了，你吸鸦片是动不动拿起来吸一下，动不动拿起来吸一下，啊，咱嘛是共款啊，中这一个手机的毒啊，哦，所以。讲真正的啦吼，这个手机呀、真正是占掉我们太多时间了。啊，对这咱有察觉无？咱有放下无？哦，咱常常啦吼，好学有时阵去一班的时阵啦吼，发觉讲啊，我哪无带手机啊？咱开始惊慌啊！啊，惊慌毋是讲去遐要看手机啊啦，惊慌是我惊讲吼。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代志，我无手机啊，好学无手机啊，通去看。如果好学搁咧想，啊20年前我嘛无揸手机啊，我嘛是共款攞出去嘛是无啥物代志啊，吼。啊为啥物咱即马放袂下？咱即马咱会烦恼，嘿啊，咱家己想的啊，嘿啊，20年前无手机啊，咱嘛是过了好好，敢毋是？吼，有手机啊以后，反而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忙嘞。哦，好，来。第二，讲到这个人，这个人呐吼，就是心之公正，无人不能安其事。
咱讲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心，一个同理心，吼，一个主的一个心嘛，吼。这咱讲拢足简单的，可是后学啦，吼，有时阵真正感觉讲，像后学啦，吼，咱后学受过这个训练，咱同理心强，就是讲我们对人要有同理心。后学受过训练，可是咱拢感觉有时阵做真正无遮尔好做，因为咱拢徛伫家己的一个本位啊，拢为着我，为着咱家己，然后用咱家己的角度去看代志啊，吼，所以咱要同理不是那么容易，吼。咱后学以人来讲好啊。当咱后学啊，吼，讲真正诶，咱后学较少年诶时阵啊，吼，有时阵看着这老大人，行路遐尼慢，啊，目睭糊啊，吼，咱拢感觉太安尼，咱没有办法去体会咧。渐渐，后学开始年纪较大啊，吼，咱就讲，目睭真正慢慢开始老花呢，咱开始看无安尼，咱才体会会着。吼，所以当咱年纪无够，讲要去体会迄，无遐尼简单。那咱讲病人，一个人看病，人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哦，咱要去体会这，咱可能有那体会袂到，你也无拄着，真正体会袂到。咱讲照顾失智的人啊，吼，真正讲一个失智的人啊，伊失智的人啊，吼。迄一句话问你10届、20届呢？啊，你无用的时阵啊，吼，一直甲你问，咱心敢会起烦？咱心真正会起烦的，吼。像迄如果讲啊，吼，伊只是头脑失智，毋过伊的一个生理机能阁足好诶，吼，咱互发的朋友的爸爸进前啊，迄身体足好诶，动不动吼，脚踏车徛诶就出去，徛出去就无去，敢是？无，就是去人兜共开冰箱诶，嘿啊，无共开拖仔咧，变成黄拍，嘿啊，骑车出去，然后就找无人，找着人的时阵，讲起迄块啊，迄溪底有无？拢毋是有堤防啊，要出去啊，伊要过啦，毋知影路啊，伊是要家己脚踏车出去就对啦。拄伫遐看伊伫咧做即个动作，伫刹车要去迄个堤防啊。失智，所以照顾伊的人足忝的，不是你找人啊，这种心咱无拄着，咱要安怎去体会？真正无法度体会。讲动物好啊啦吼，咱若将心比心、同理心的话，咱食袂落去呢，真正食袂落去。伊会疼，咱知影咱平常挂着，咱就足疼的。伊遐尼疼，咱为虾米咱感觉袂着？咱爸照常咧食。咱无同理心啊，咱这人心无够啊。咱后学了讲一个吼，咱暑假的时阵去金门啊，咱朋友吼，伊一个孙仔，伊食菜，伊无宗教信仰，不过伊食菜，吼。尾仔来，阮去一个所在啊，吼，迄间餐厅内底吼有鹿仔哦，人有饲猫啊、饲狗啊，迄间店饲鹿仔，饲鹿仔吼会当通你翕相啦，吼。结果啊，吼，阮迄小朋友拢去兼迄只鹿，吼，跟那2只鹿照相。结果迄个囡仔伊无要翕，为虾米？伊为虾米吃素？他吃素，他吃到吼，伊冬天洗澡，他洗澡他不用热水器，他不洗热水，因为这个不环保。他是针对环保来吃素。伊无要骑奥特曼啊，因为奥特曼啊会排放废气，所以伊拢骑脚踏车。伊无要食动物，因为动物啊，除了慈悲心之外，当然还有环保因素。那他为什么伊无要去含迄只鹿仔翕相？伊感觉讲那个不合乎自然，这是虐待动物，所以他不去动物园哦。咱家己看，伊这个人心是毋是做甲比咱较济？咱捌去过动物园无？去过啊。嘿啊，不过伊感觉讲那个是不自然的，他觉得那是很残忍的哦。更何况说是去吃他的肉，伊连家己关伫遐，伊拢唔敢去食伊的肉，咱就是这个慈悲心无够，咱才会去食这个肉嘛，好，来第3点讲到这个用，这个用心之毅力，无有不能果其行，就是讲，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会当面对，
咱会当承担，咱会当克服突破逆境无？吼，还是讲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即个勇啊吼，咱摕袂出来，咱嘛是共款将就，吼。咱或许吼，咱有咱比一个咧，讲和而不留，强摘角。咱或许迄个大女儿吼，当初伫学校，因为伊迄国中拢爱摕志工时数嘛，啊，就爱去学校扫地。咱老伊伫遐学校扫地的时阵啊吼，伊转来伊就甲咱或许讲，伊讲吼，我去扫地的时阵啊，边仔遐的人啊，他们全部都坐在一起，然后在那边聊天，都没有人要扫地，只有我一个人在扫。吼，伊讲无拢家己一个人伫扫尔。我或许甲伊讲不要紧，我讲真的没有关系。伊讲吼，你今仔日既然要摕到这个志工时数，你就是爱做相对的一个付出。啊，伊无要做，迄是伊的代志。啊，你做你的，吼，你心内你毋免就是讲啊，有啥物歹的一个念头啊，吼，我们不同流合污，吼。啊，所以咱或许的组囝嘛是安尼做。咱嘛甲伊讲，你即摆安尼慢慢做，你即个习惯建立以后啊吼，你以后你去公司啊吼，你如果拢会当保持安尼，那基本上你的主管会给你赏识。那或许举一个例哦，或许一个朋友的女儿在联发科工作，啊，伫遐伫做工课的时阵吼，迄头家去派工课啊，啊，其他的人拢会杀，啊，就讲我无闲。然后啊吼，拢无要，啊拄好互遐迄个朋友的组囝啦吼，主管讲啥伊就做啥，伊拢捡起来做。结果今年年终的时阵啊吼，即个主管就甲伊叫来啊，伊讲吼，因为吼，甲你叫你拢会去做吼，加互你50万哦，嘿，啊甲伊讲哦，互你50万，毋过你这间公司1年之内你不能够离职，吼。这个就是我们潜移默化嘛，咱囡仔慢慢细汉安尼甲伊教，咱即个囡仔大汉以后，伊就知影安怎去做嘛，伊知影他要承担，他才知道说，哦，他去面对这一些，他也肯去做啊，他不怕跟人家不一样啊，吼，这咱互下就记一个例啦吼，所以讲即个面对啊吼。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吼，有时阵啊吼，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真正爱放伫心肝内啊。或许咱拢讲在意啊，在意。咱拄仔讲着白头毛啊，因为我在意我的，或许在意我的白头毛嘛，所以今摆一看着行，咱就注意白头毛，因为我在意嘛，吼。啊，我斑，因为我在意斑，所以我今摆做行，我就去看我的斑嘛，对无？啊，如果我不在意的话，我管啥物白头毛，我管啥物斑，这和咱有啥物地带？敢是？如果讲我在意渡人的话，我甲这件代志一直拢放伫我的心肝内，那咱出去拄着人的时阵，咱是毋是拢会想讲，啥物时阵我要开喙，然后要叫伊，吼，就是要请伊来求得。如果在意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哦，想说我何时要开口哦。如果讲咱在意着咱的一个脾气毛病，咱真正有想要改的时阵，咱的心咱就会放伫在心内哦，吼，心内我会想讲，我即摆我有即种想法唔对，我即摆我即个行为唔对，吼，咱在意，咱就会放伫心肝内，吼，所以咱爱将即个觉知放在好的一个地方啊，吼，好，时间要到，直接做结论哈。道德经50章内底啦吼，伊是讲着，伊讲头前都有啦，啊后觉之取后面啦吼，伊是讲着讲生之徒啊，这是出生入死章，伊讲生之徒死有三，死之徒死有三啦吼。人之生，动之死地者